午夜12点的街，霓虹灯还没睡，铁板吱吱作响，故事正在翻碟。他戴着围裙站在路前，手臂线条像蔬菜，翻面的是牛排，翻不完的是传说一堆。有时变身魔法少女，水手月亮借来用；有时假发高跟鞋，穿插像时空。耶诞节那一天，我真的没看错，一个会走路的树在店里默默扫地板角落。客人说这里不止卖晚餐，还卖一点荒谬的安全感。这生意是糖，铁板比人生还烫，老板什么都敢办，只怕你吃不饱。有人为失恋加点酒，有人为梦想续晚饭，听说连奇怪关键字都红到百合封面上。而且连穿越夸张，网路写得太疯狂，什么围裙配勇气，什么都是怪谈，但他只是笑笑说，别太认真看，翻炒的不是八卦，是明天要用的力量。夜很长，城市很冷，但这里永远有灯。这是深夜食堂，肌肉也能很善良，打扮成谁不重要，重要你有来过这一趟。不管你今天扮演谁，社会给你什么角色，坐下来吃完这一餐，你都值得被温柔对待。声响心跳在夜里特别响，每个怪一点的人都在这里正常。这是深夜食堂，传说每天在生长，有人笑着离开，有人带走一点光。如果世界太正经，那就来点不一样，在这间小小的店，怪也是一种善良。夜深了，灯还亮着，明天在哪